以色列又过来空袭也门啊！这回呢是造成6个人死亡，86个人受伤。这以军表示讲，因空袭的目标呢是军事基地。这嘛是以色列甲也门伫冬瓜以来上新的一届冲突。也那也门组织青年运动表示讲，这加沙的代志，因绝对袂放过我。飞弹落地反抗军青年运动，佮叫做乌萨组织所掌控的也门首都沙那真侪所在，连续爆炸发出真大声，乌烟佮真紧冲出。青年运动表示，这件攻击造成重大死伤。以色列军方表示，攻击目标包括总统府所在的军事基地、2座发电厂加一个电疗储存设施。משטר הטרור החות'י לומד בדרך הקשה. מי שתוקף אותנו, אנחנו תוקפים אותו. 以色列军方声明，离世的空袭是针对背后由伊朗支持的青年运动恐怖政权过去几摆对以色列甲以色列百姓发动攻击的回应，包括最近用地对地飞弹甲无人机向以色列领土攻击。青年运动日表示，向以色列发射一粒大导飞弹，来支持加沙的巴勒斯坦人。以色列空军官员理事对此表示，这粒飞弹是新型的含有急速弹药的大导飞弹。这类飞弹也是头一摆为也门发射，显示伊朗可能提供更加高阶的技术支援，提供青年运动的作战能力。青年运动高级官员穆塔达表示，会继续支持巴勒斯坦人。各地 X 大文，以色列爱会记得，无论付出什么款的牺牲，拢袂放弃伫加沙的兄弟。公司新闻5月8日。